聖嘅説話嚇，咁我哋會今日從小耶穌身上咧學習生命嘅展望。經文仍喺路加福音嘅第2章40到52節嗰度。一開始嘅時候咧，聖經就話：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有神嘅恩喺佢身上。每年到逾節，佢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呢度咧可以講係講耶穌開始有成長嘅經文啦。嗰陣時都係 BB 仔，而家開始大個仔啦。咁呢個大個仔嘅過程裏邊有咩提醒我哋呢？我哋先祈禱先，好嗎？主耶穌，多謝你俾我哋能夠喺聖經裏邊都揾到一啲嘅經文係關於你嘅孩童嘅生活。願呢啲好短嘅經文裏邊都俾我哋去揾得出一啲俾我哋生命啟示嘅一啲嘅真理，以致我哋嘅行事為人真係喺主耶穌身上學更多功課。祝福以下我哋嘅時間，祈禱奉主名祈求，阿門。剛才我哋啱啱已經係過咗聖誕節啦，係咪啊？上個禮拜我哋好開心啊，交換禮物，又抽獎又就聚餐咁樣。每年我哋都有聖誕節嘅。不過話俾大家聽喎，其實聖誕節嘅日子係計錯咗嘅喎，大家知唔知啊？而今年呢，2013年喎，耶穌其實嚟到世上唔係2013年咁少嘅，如果加埋上嚟呢，係2019年嘅。點解呢？因為好多聖經嘅學者已經俾咗好多嘅經文我哋，或者好多嘅歷史上嘅資料證明一件事呢，耶穌嘅出世係喺公元前5到6年嘅。咁好多嘅歷史嘅證據都講俾我哋聽，所以我哋今日嗰個聖誕節呢係押後咗6年嘅5、6年嘅時間嘅。所以大家記得呢件事。不過原因係乜嘢呢？因為過去嘅歷法計算歷法嗰個嘅人喺資料各方面呢未必係咁齊全，同埋喺科技上面呢唔係有咁多嘅考據所以呢喺呢個嘅計算嘅年曆上面呢係錯誤嘅。但係呢個錯誤冇否定到耶穌嘅真實呢個錯誤冇否定到耶穌喺佢教導我哋嗰啲嘅真理上面有任何差錯嘅地方所以呢個唔影響我哋嘅真理不過俾我哋一個正式嘅深刻嘅了解。大家記唔記得一件事？當耶穌出世之後，耶穌出世就要走難㗎喎，記唔記得啊？點解啊？有冇人記得點解耶穌一出世之後就要走難啊？因為幾位記得又有個新嘅概念，記得唔係新嘅概念嘅，已經好舊㗎啦。不過有再提你啊。我哋話東方博士幾多個博士啊？邊個話㗎？你想揾到3博士咩？聖經冇講3博士，聖經係東方的博士，就帶着咩咧？黃金、乳香、沒藥嚟朝拜耶穌啫。因為咧聽到黃金、乳香、沒藥，梗係3個人，一人帶一份啦，係咪啊？咁3博士啦，就係用咁樣嘅觀念套咗叫3博士。係唔係3博士呢？聖經冇講到啊。OK， 但係嗰幾位博士，聖經係講幾位博士就帶着黃金、乳香、沒藥。咁我哋唔能夠話佢錯，因為我哋都冇乜證據話3個人、4個、5個係咪？不過既然咁好啦，約定俗成啦咁樣呢，我哋話3博士啫。OK， 好啦，嗰幾個博士嚟揾咗耶穌之後，賜拜耶穌之後就翻去向希律報告嘛，係咪啊？希律點樣啊？當時就將2歲以下嘅細蚊仔全部要殺晒。咁因為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呢，耶穌點啊？約瑟、瑪利亞就帶住耶穌逃亡去咗邊度？埃及。所以嗰陣時應該係乜嘢呢？就係主前5年嘅事啦。主前5年嘅事啦。咁呢，而喺聖經嘅資料話俾我哋，喺或者歷史嘅資料話俾我哋聽呢，嗰個殺死當時候以色列地所有嘅嬰孩嗰個希律係喺主前4年俾人暗殺而死嘅。好啦，咁即係主前4年啦。咁聖經好清楚講，當呢一個嘅耶穌或者呢個約翰約瑟同埋瑪利亞聽到希律死咗之後呢，佢即刻就翻去耶路撒冷啦。
就開始呢段經文，耶穌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有神嘅恩在佢身上。每年到逾越節，他父母上耶路撒冷。如果佢走去埃及，佢點上耶路撒冷啊？係咪啊？咁即係話呢，其實佢有1-2年嘅時間呢係冇上到嘅。不過到耶穌3、4歲嘅時候呢，就開始呢段經文啦。每年呢都會上耶路撒冷呢，去按照猶太人規矩咧係過呢個逾越節。咁大家記得呢個嘅過程。歷史嘅嘢講完晒㗎啦，呢啲好沉悶嘅資料性嘅嘢講晒。不過大家記得呢啲嘅資料，唔好咧信錯咗，或者咧有啲迷信咗，即係啲資料唔存在，或者啲俾人再問你2句嘅時候，你死乜都唔記得因為有時迷信嘅人咧，佢攞嘅資料仲多過我哋㗎，係咪啊？咁如果我哋自己都唔豐富自己嘅資料，咁同人哋講起真道嘅上嚟咧，講起聖經嘅時候咧，你唔夠人哋講就弊家伙，冇咗見證，係嘛？但無論如何，我睇完經文嘅時候，我係睇見一個好重要嘅地方。40節嗰度話咩呢？孩子漸漸長大，長大之後乜嘢啊？第一，強健起嚟。強健起嚟指乜嘢啊？身體啦，係咪啊？大隻咗，係啊，啲 BB 係㗎，係咪啊？越嚟越難抱㗎，越嚟越聚手㗎，係咪？越嚟越重㗎，係咪啊？慢慢嘅強健起嚟。咁我想而家啲父母一樣㗎，即係話乜唔食飯㗎咁，但係即係我知道好多人咧唔食飯唔得嘅，係嘛？我冇問題㗎，食唔食飯冇問題。但係啲人冇飯落肚咧，就好似冇食飯咁嘅，係嘛？我哋啲父母一樣嘅，有咩都要個仔食啊，又要逼佢哋食啊咁，做乜嘢咧？目的係想佢身體健康啫。其實耶穌瑪利亞約瑟未必要逼佢食嘢，不過證明一件事咧，瑪利亞約瑟咧喺身體上面咧好用心去撫養耶穌。第一強健喎，第二係咩啊？充滿智慧。咩叫充滿智慧啊？個頭腦啊，訓練個頭腦啊，係咪啊？同佢玩下遊戲啊，今日我哋琴日都講啊，我哋琴日有個朋友去食飯，啲大人走去食飯，啲細蚊仔做乜嘢知唔知啊？打機啊！你唔好以為打機唔好啊，打機要用腦㗎。打機要用眼，要好急速，嗰隻手指要好快㗎。你老實講俾你打機打唔打到啊？我打唔到啦，嗰啲手指真係唔夠快，嗰啲手指哇好靈，咁就去㗎啦，係咪啊？充滿智慧㗎，係有智慧㗎。有時候打機都有智慧㗎，你唔好打機冇智慧特別喺英國，你講真係好悶嘅但係記得要訓練佢哋唔單單喺身體上面要訓練佢哋。喺智慧都要訓練佢哋，但係一件事好重要，又有神嘅恩在佢身上。每年到逾越節，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淨係身體，淨係心靈，淨係身體或者淨係思想上嘅訓練唔夠。人今日係有乜嘢？身心靈，淨係身體嘅訓練。心嘅訓練唔夠，靈性嘅訓練有冇呢？琴日我都同一位弟兄商討一談話，點解今日呢個社會啲細蚊仔好似好受保護啊？係咪啊？但係另一方面，細蚊仔又好似咧冇咗規矩啊！有時候，我覺得喺英國人嘅文化裏邊，我哋中國人嘅文化就孝順，係咪啊？請問英文字有冇揾到孝順嗰字啊？咩叫孝順啊？琴晚都瞓唔係幾好，我都係諗咩叫孝順呢？孝順係只係 obedient 咁解咧？係咪只係聽佢説話呢？孝唔係只係聽咁簡單嘅，係咪啊？喺一個心靈裏邊所以你英文冇英文先揾唔到呢個字。但係中文聖經個翻譯好好，孝順父母係你第一條太應許嘅誡命嚟嘅。我哋需要嘅唔係單單喺心智上、喺肉體上、喺思考個努力上面嗰種訓練，
我哋嘅父母更加需要訓練，就係喺靈性上面點樣建立一個好嘅榜樣俾佢睇。你會睇到父母上耶路撒冷。老實講，當你去諗下當時候嘅情景啦，唔係今日我哋啦。我哋今日去耶路撒冷都難啦，係咪啊？係咪啊？有幾人去過以色列旅行啊？去以色列旅行邊個去過啊？唔係幾多啊？係咪啊？去過唔係幾多啊？點解啊？機票貴啊嘛，係咪啊？使費貴啊嘛，啱唔啱啊？你諗下，昔日雖然佢哋都喺加利利一帶去住，喺以色列嘅地方去住，但係佢哋嘅昔日個交通費同樣係昂貴嘅。點解啊？需要付時間，佢冇搭飛機，唔係坐車，係坐馬或者行路去嘅，係咪啊？佢哋可以有好多理由唔去。今日同一樣㗎，係咪啊？嗱，過去一年咧，我聽到大家聲音㗎。溫生，我哋呢個教會可唔可以搬落去唐人街附近咧？遷就啲咧，係咪啊？冇咁遠啦，得唔得啊？點解啊？遠咗啲，其實有幾遠啊？我屋企行嚟揸車幾耐啊？5至10分鐘，係咪啊？你喺唐人街揸車上嚟幾耐啊？又係5至10分鐘，10分鐘揸車都話耐，係咪啊？最後係咩啊？喺我屋企隔離，咁我哋冇可能間屋企隔離都有嘅喎，係咪啊？仲有一個弊家伙話咧，大家唔知有冇發現到呢個現象咧？如果你參加啲教會內咧，你發現現象，越近教會嘅人咧越遲到啊！越近教會嘅人越遲到嘅，係咪啊？越遠嘅人越早到嘅，點解啊？人嘅惰性咯，係咪啊？嗱，但係我哋睇到瑪利亞同埋約瑟係每年都上耶路撒冷，證明佢哋肯付代價，肯做呢件事，冇任何嘅藉口，願意喺耶穌嘅身上去建立一個父母應該有個榜樣。嗱，係父母一齊建立嘅榜樣，讓到耶穌基督從小就要感受到呢種宗教嗰種嘅靈性上面嗰種嘅撫養，佢用心嘅撫養，所以耶穌慢慢嘅長大起嚟。好啦，咁經文咧一跳就跳到去咧12歲嗰年啦，因為點解咧？成人啦嚇，開始咧進入一個成人禮啦。我哋一齊讀42到45節啦，預備1、2、3。當他12歲的時候，他們按着節期的規矩上去，守滿了節期，他們回去。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並不知道，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走了1天的路程，就在親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係咪一種疏忽呢？帶住耶穌12歲嘅耶穌上去去揾去耶路撒冷，去完撒路山之後呢，嗱，留意喎，幾耐先發現到唔見咗耶穌啊？1天喎，幾個小時先？唔係咩24小時走，唔係24小時，走了1天的路程啫。呢個1天可能8個小時、9個小時，係咪啊？中間要食飯有剩，可能都係12個小時，係咪啊？可能12個小時，跟住嗰啲時間做咩啊？瞓覺啊！即係話咧，當佢行路去到中間預備瞓覺嘅時候，咦？唔見咗個仔喎，係咪一個疏忽咧？點解父母唔知道咧？我唔講24小時，可能只係12小時啫。可能只係16小時，甚至12到16小時裏邊，咁係佢咪信任耶穌？嗰時耶穌大個仔啦，唉，由得佢啦，係嘛？有時今日都唔係㗎，今日啲18歲仔咧，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啊？香港啊個新聞話俾我哋聽啊，好多啲大學生咧，今日入大學嘅時候，要阿媽陪住入大學㗎。個媽入到大學要同佢執好個房。等佢喺度住，跟住成個禮拜，個媽咧日日都要去大學嗰度同佢打掃㗎。有冇聽過呢啲新聞啊？如果我哋今日嘅媽咪話都能夠，拱佢出去唔怕，去係做乜嘢咧？其實係信佢嘅，係咪啊？嗱，
係唔係約瑟同埋瑪利亞一種嘅信任，定係一種嘅疏忽？10幾個鐘頭唔見咗個仔，到夜晚臨瞓之前，唔見咗個仔喎，晚飯嘅時候唔見咗個仔喎，點解咧咁？嘅係乜嘢咧？嗱，今日你唔見咗個仔嘅話，個仔唔喺你個旁邊，你邊個做緊啲乜嘢啊？其實有時我都幾掛住我個仔㗎。已經成年，幾乎成年冇。不過而家約咗咯，1月1號做咩啊？我去探佢咯，佢唔嚟探我，我探佢咯，係咪啊？你要了解，當你去疏忽個仔嘅時候，疏忽嘅照顧嘅時候，你發到個代價真係好大嘅。你有冇睇到啊？第一個，當佢咁嘅疏忽嘅時候，佢失咗乜嘢？時間。點解啊？佢走了1天嘅路程，係咪啊？咁即係咩啊？要翻轉頭啦，係咪啊？又走咩啊？又走多1天嘅路程，係咪啊？嗰段路走咗幾次啊？來回3次啊，係咪啊？嗰3次，喂，到咗都唔頂啦，已經翻到屋企都唔頂啦，係咪啊？唔需要嘥啲時間啊，因為疏忽嘅緣故，有時可能喺時間上邊就要花費更大。小朋友學壞容易，學好咩啊？學好3日，學壞咗咧3年都未必得啊！你唔好話3年啦，係咪啊？嗱，我哋明年我哋會開始一個戒賭嘅工作。你如果真係幫一個戒賭嘅人，要幫佢幾耐啦？3年得唔得？未必得嘅。1年得唔得？更難講，啱唔啱啊？所以你可以睇到學好係容易嘅，但係學壞好快，要佢轉翻好係好難嘅。所以你要睇到時間上其實消失咗好多，唔單單咁樣。你有冇諗過，如果你係瑪利亞同約瑟，喺翻呢個路途會點諗呢？哎呀，去咗邊度呢？死啦！咁大個耶路撒冷係咪啊？點揾佢呢？有時喺呢度都係啊，係咪啊？哇！阿 Leo 仔行走開咗，揾都有排揾㗎，啱唔啱啊？走樓上啊，將個房啊，呢個房啊，匿埋邊度啊咁，都唔容易。嗱，所以如果我哋疏忽咗小朋友嘅教導，可能我哋會損失咗我哋嘅時間。我哋忽略咗小朋友嗰個真正嘅教導、身心靈嘅教導嘅話，小心帶嚟嘅唔係只係時間同埋金錢嘅損失，所帶嚟嘅喺我哋心靈裏邊嗰種嘅不安，嗰種嘅憂慮。好啦，第46節，我哋一齊讀啊！預備1、2、3，過了3。好啦，點解過咗3天先揾到耶穌呢？嗱，其實好慘過啊！嗱，點樣話？走咗1天嘅路程，翻轉嚟1天啦，係咪？第2天啦喎，翻到耶路撒冷，即係證明耶路撒冷真係好大，係咪啊？揾咗3日先揾到耶穌，點解呢？冇嘢嘅，個細蚊仔唔見咗，去邊度揾佢啊？如果你冇親戚啊，邊有親戚咁走晒啦，係咪啊？細蚊仔你會去邊揾細蚊仔啦？如果你而家要揾你個仔，而家喺香港嘅話，你揾邊？你揾個仔邊個仔？喺邊度揾佢？我阿爸以前我唔見咗我爸第一個地方，你知唔知揾邊？去揾我？機鋪、桌球室，係咪啊？點解啊？仲有再唔見呢？去邊度呢？明華大廈做咩呢？個大浪船有嘢玩嘅地方，係細蚊仔想去嘅地方，係咪啊？佢用緊一般人嘅諗法，細蚊仔梗係去玩啦，細蚊仔梗係去開心啦，係咪啊？細蚊仔梗係去冒險啦，想去山揾佢啦，去啲河溪度揾佢啦。有冇想過佢去聖殿揾耶穌嘅呢？我好相信佢哋係能夠去聖殿揾耶穌，係因為揾到無可以再揾啦，存咗個最後嘅希望先去揾耶穌啊！嗱，今日人都係一樣嘅，係咪都係？揾耶穌幾時揾耶穌啊？
冇病冇痛唔會揾耶穌，冇乜需要要求唔會揾耶穌，好人好者永遠唔會揾耶穌。點解啊？我夠好嘛，我有辦法啦嘛，我有力量啊嘛，係咪啊？唔會揾耶穌嘅。幾時揾耶穌啊？所以有句説話好啱啊，人嘅盡頭就係神嘅開始。嗱，所以我唔急於你信耶穌嘅，唔急嘅。你等你行到盡頭，你自己嚟揾耶穌。我唔會逼你信耶穌。人唔需要逼人信耶穌嘅，但係話俾大家聽，你係唔係甘心到你人嘅盡頭先揾耶穌啊？你係咪想你嘅人生捱到個盡頭冇路可走先揾耶穌啊？咁樣揾耶穌係咪一個正確嘅態度呢？係咪應該人嘅態度呢？如果個朋友走投無路先嚟揾你嘅時候，你會點待呢個朋友啊？你點睇呢個朋友啊？但係你睇到聖經話俾我聽一句好嘅説話：神愛世人，甚至有獨生子賜給他們，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你未到人未到盡頭，神已經愛你。你未到盡頭，神已經將佢嘅獨生子賜咗俾你。你未到盡頭嘅時候，神已經用佢嘅愛呼喚你，你嚟接受我，嚟信我，嚟靠我啦。但可惜，我哋好多時候都好似瑪利亞同約瑟，係找無可找，到盡頭，到冇辦法嘅時候，揾到無可揾啦。唉，好啦，去聖殿揾下耶穌啦。呢個係今日人好多時候好特別嘅想法嚟嘅，係咪啊？唔單特別，亦都係好普遍嘅特別嘅想法。唔到盡頭唔揾耶穌，唔到絕處唔揾耶穌，擁有辦法我就會諗自己嘅辦法。但係你睇到瑪利亞、約瑟用咗佢自己好多個方法，去到覺得佢應該去嘅地方揾耶穌，揾唔揾到啊？對唔住，揾唔到。唯一一個地方揾到耶穌嘅喺邊度？聖殿。唯有聖殿揾到耶穌，唯有你心裏面嘅聖殿，心裏邊真係有嘅聖殿，先可以揾到耶穌。當我揾到耶穌嘅時候，先講乜嘢？一齊讀啦，47、48、21、23。聽見他的都稀奇他的聰明和他的應對，他父母看見就很稀奇。他母親對他說：可以。你發到呢？無論瑪利亞又好，約瑟又好，喺殿裏面聽到耶穌應對嘅人都好，都產生一個同樣一個反應，係咩反應啊？稀奇。咩叫稀奇啊？好出奇啊，係咪啊？就好似你哋嚟我屋企食嘢完咗之後我洗碗，你會好稀奇。哇！溫生都洗碗嘅咩咁？記得話聽咧，即係我成日慣咗，你唔好覺得稀奇啊！即係你少見啫，你少見多怪。OK 所以第日嚟我屋企食飯啦，唔好唔俾我洗碗啊，知唔知啊？唔好搶咗我份工嚟做嗱，另一方面，我會睇到呢樣都稀奇嘅，即係話我當見到一個人，哇！佢做一樣嘢好特別，係我哋冇想象得到。哇！點解會做到㗎？我鹹乜方你嗰啲梅菜蒸住點解咁好食㗎？係咪啊？最好方法咩啊？喂，唔該你寫個 recipe 俾我，係咪啊？係咪啊？嗱，你稀奇就會加強你嘅學習，你嘅稀奇係會話俾你聽，你好想進步，係咪啊？呢個就係稀奇應該有嘅反應嚟嘅。但你睇翻下喺呢一度呢樣經文裏邊，稀奇帶嚟咗咩後果咧？係冇後果嘅，係冇效果嘅。稀奇嗰細蚊仔即係覺得哇僆仔好叻喎，你洗你好犀利喎，啲細路仔哇好勁喎，就係咁多啦。冇探究原因，冇揾過方法，乜嘢令呢個細蚊仔咁聰明，令呢個細蚊仔嘅應對咁美妙咧？係唔係過去呢12年，佢哋忘記咗12年前牧羊人同佢傳嘅信息咧？係
係唔係佢哋忘記咗12年前嗰東方博士嚟到出嚟所傳遞嘅信息，救主已經降臨呢？係咪忘記咗12年前西面嗰度，我今日遇見我救主，如今可以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呢？係咪忘記咗12年前嗰個亞拿，佢能夠喺聖殿裏面見到耶穌嗰種嘅興奮，係咪都忘記晒呢？我相信係，我相信係。所以佢哋每一個人冇因為耶穌嘅稀奇而肯定咗耶穌救主嘅身份，相反只係睇到耶穌一個普通人身份啫。哦，細路仔好叻嘅。仲有瑪利亞稀奇帶嚟乜嘢啊？哎呀仔啊，你咁陰公啊，等我哋咁樣嚟揾你啊！你真係冇陰公啊，匿埋呢度，係咪啊？係咪咁演繹啊？呢句説話？我兒為什麼向我哋咁樣行啊？你真係冇陰公咧，行咗3日，揾咗5日啦，即係前後5日啊，先揾到你啊咁。呢個冇陰公啊！瑪利亞知唔知呢個救主嚟㗎？呢個稀奇帶嚟瑪利亞嘅回應係乜嘢？呢個稀奇只係帶嚟一個冇陰公嘅，係咪啊？稀奇冇帶嚟到瑪利亞內心對救主嘅肯定，呢個係一個悲哀嚟嘅。真正嘅稀奇係要幫助我哋更加學習乜嘢嘢能夠使到我哋能夠好似我哋睇到個對象一樣。耶穌嘅應對好稀奇，耶穌嘅對答好稀奇。呢個稀奇係要去引發我哋一種嘅學習嘅精神。耶穌點解個聖經咁熟？耶穌嘅對答點解咁積極咁好？但好可惜，昔日嘅人呢份嘅稀奇冇俾佢哋催促佢哋嘅行動更加進步。相反，你會睇到日後佢哋更加乜嘢？針對耶穌設法子要殺佢添。弟兄姊妹，今日你嚟到教會，你聽到好多嘅見證，喺恩語之聲你聽到好多嘅見證，喺網上聽到呢啲見證。呢啲見證嘅稀奇帶嚟咗咩後果？呢啲嘅稀奇能夠讓你明白到神喺人嘅身上要做嘅工作，神要喺人身上成就嗰種嘅救恩，明唔明白？了唔了解？會唔會掌握？跟住耶穌講咗句説話，我哋一齊讀耶穌49、45、50節呢句説話，預備1、2、3。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嘅事為念麼？他所說的這話，他們不明白。留意括弧裏邊，話作豈不知我應當在我父的家裏咩？耶穌再一次提醒瑪利亞，你記唔記得我真正嘅父係邊個？我係神兒子嘅身份。而家我喺聖殿呢個地方就係咩地方啊？神嘅地方。弟兄姊妹，嚟教會，我真係需要一個好正確嘅態度。嚟教會某個程度上面，我哋唔應該帶有任何其他不必要嘅意圖。嚟到教會應該有個態度乜嘢？尋求上帝啫。嚟到教會做乜嘢？明白真理啫。你要教會做乜嘢啊？透過聖經改變人生，係我哋應該有嘅目的，必須有嘅目的。其他目的次要，甚至係不必要，係咪啊？瑪利亞嚟到呢度，唔係陰公嚟揾個仔，而係佢要明白，佢嚟到呢一個地方，佢係應當乜嘢？明白上帝嘅關係。我應當豈不知我應當？耶穌嚟到聖殿，佢都講乜嘢？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我應當在我父嘅家裏邊。我肉身有父，但係其實
我哋人生係有兩個父親，一個係肉身生嘅父，一個係乜嘢？靈裏面生嘅父親。我哋得到救恩嘅呢個父親，我哋呢個父親了唔了解我哋要同佢之間關係？佢點解要創造你？點解擺喺呢個地上？點解咁樣施恩典俾你？當係咁樣施恩典俾你，咁樣無條件帶領你嘅時候，你對神嘅責任係乜嘢呢？當有呢個責任嘅時候，你有啲咩嘅回應呢？耶穌嘅回應就係喺聖殿裏邊用真理去同人有個對答，去明白真理，深入呢個真理嘅裏邊。仲有其實真係好清楚，好提醒翻瑪利亞，你今日嚟耶路撒冷守逾節，唔係只係滿足律法嘅規定，唔係只係滿足個條文嘅規定，唔係只係進駐一啲繁文縟節，而係需要乜嘢？既然有機會，有時間，要把握呢個機會，在聖殿裏邊尋求真理。真理係點啊？越辯越明嘅。真理唔係越守越明嘅。你坐喺度淨係守真理，個真理成為咩啊？一個繁文縟節，成個死外版嘅一啲條文。真理係乜嘢？係要用生命去行出嚟嘅，用真理同人去討論，喺嗰個過程裏邊，讓我哋更加嘅成熟明白呢份真理。到最後，聖經係咁樣形容耶穌51、52節，他就同他們下去，回到耶路撒冷，並且信同他們。他母親把這一切嘅事都存在心裏，耶穌嘅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心一齊增長。大家冇留心啦，嗬？瑪利亞、約瑟，其實喺耶穌嘅生命裏邊係乜嘢？係邊個嚟啫？在上邊個大過邊個？在神嘅角度嚟講，耶穌係神嚟嘅，呢啲兩個只係人嚟嘅啫嘛，係咪啊？喺嗰個位置裏邊，神人之分嚟嘅喎。但係耶穌好清楚，地上佢就係父母。所以當我問一個問題，當我睇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問一個問題：順從他們究竟係邊個順從邊個？係瑪利亞、約瑟應該順從耶穌，定係耶穌要順從約瑟、瑪利亞呢？嗱，呢個睇從邊個角度去睇啦，係咪？若果從肉身，耶穌俾我哋一個好好嘅表現，一個好好嘅示範。雖然佢冇做錯，不過畢竟佢係父母，佢點啊？順從父母，係咪啊？但係方面話俾我聽件事，你要留心你同上帝嘅關係。神咁樣做，我哋點樣啊？我哋要順從上帝，唔係順從人。不過瑪利亞有一個好好嘅特色，我哋學到嘅。他母親把一切事都存在心裏，有冇留心啊？瑪利亞喺牧羊人，天使同佢講你懷孕生子，佢點啊？佢喺心裏邊就思想啊，係咪啊？當呢個牧羊人去到同佢哋講呢個信息嘅時候，佢有心理思想。瑪利亞係一個好懂得思想嘅人，佢當時嘅反應可能反應得唔夠，但係當事後佢點啊？會做檢討嘅。咁我今日會做錯事呢？有冇做啱事呢？做錯就點啊？承認啦。做啱點啊？更加勉勵自己，係咪？更加要向更高嘅一步、更盡心嘅地方，我哋去盡心。瑪利亞有呢個好好嘅特色。所以瑪利亞嘅生命不斷去成長嘅。瑪利亞俾我哋睇到呢，佢能夠真係喺做母親呢個角色裏邊，能夠有一個好好嘅示範，以致我哋睇到耶穌因就喺呢個母親嘅帶領底下，耶穌嘅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心都一齊增長，係一齊增長嘅。睇到啊？點解形容好好啊？係咩增長啊？對神有增長，對人都有增長，唔係只係單方面嘅。唔係單方面嘅追求，所以我都盼望我哋嘅父母能夠好似瑪利亞
耶穌一樣，建立我哋嘅榜樣。但一方面要記得，我哋今日要順從神，並唔係順從人。我想為祈禱。耶穌，多謝俾我哋今日係從耶穌呢個嘅身上，我哋都係學習究竟我哋喺邊個時候先係應該要揾耶穌。學習我哋真係喺嚟到教會嘅時候，我哋應該有個心態究竟係點樣樣。天父，願我哋都能夠好似主耶穌一樣，我哋嘅智慧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我哋嘅心，都能夠一齊增長。祈禱奉主名祈求，阿門。